業務流程維度理論頁面 Business Process Dimensions Page 維度頁面概述 Oracle Responsibility 職責企業規劃同預算控制員或業務流程管理員 T 管理 T 業務流程 B 創建業務流程 T 維度。每個業務流程都必須具有時間維度同埋限欄維度。你可以包含其他維度，甚至係唔屬於數據集嘅維度。你可以刪除唔適用於業務流程嘅數據集維度，例如 Oracle General Ledger 中嘅 Actual 數據集可能具有同領計劃執行嘅分析無關嘅 Project 維度。你可以刪除 Project 維並指定單個成員或多個成員嘅總和。喺後一種情況下，我哋將喺加載任何數據之前，對所有最後嘅後代求和。使用 Dimensions 頁面，如果未選擇數據集，則必須選擇要包含喺業務流程中嘅維度。呢個喺預算同埋規劃業務流程中好常見，因為你唔會將數據從任何數據集加載到 BP 中，只用日曆期間、時間同埋項欄項目維度。喺 Oracle EPB 中設置當前週期、企業計劃與預算控制員 T 管理 ST 業務範圍 ST 選項 ST 設置當前期間。喺 Set Current Periods 頁面中，單擊 Calendar 圖標，選擇 Month、Year 同 Day， 單擊 Go， 該頁面將根據你嘅選擇顯示 Current Periods。單擊 Apply， 指定日曆期間維度，固定開始或者係結束時間，固定嘅開始或者係結束日期係未更改嘅日期。單擊 Choose Time Member， 以選擇時間成員。相對開始或者係結束時間，相對開始或者結束喺每次業務流程運行時更新。相對開始或者結束係指相對於為系統設置嘅當前期間定義嘅時間段。單擊 Save 或者指定其他嘅參數，只用相對時間段。當前指基於加載嘅數據組織嘅會計年度同當前時間嘅時間級別嘅最後一個完成期間。上一個指最後一個完成期間之前嘅期間。未來指最後一個完成期間之後嘅期間。相對時間跨度通常用於實際值同埋滾動預測業務流程。